来到这间200多年的神石宫，会当看到台湾北部上大面用花砖大壁面。咱这间庙哦是268年，但是重建呢是在大正14年，就民国14年。那个时阵台湾是日本人的统治啦，所以重建的时候就把那个日本的灰砖哦留下了这2片很大片的灰砖啦。庙内底吼看到这么大片的灰砖啊，神石宫算是建设的这个特色就伫这个所在。啊，这个灰砖2边的灰砖哦，这真稀罕的物件吼。伫咧100年前迄个时阵哦，这个是对日本采购倒来这个所在吼，所以这个是日本制。日本人把灰砖引入来台湾，转变做当时上适拍的建筑材料。毋若是讲地方的大庙会使用，好野人呢也会用灰砖来表现家己的身份，也够有地位。毋过，灰砖伫咧台湾流行的时间，敢若短短20多年而已。为什么落尾会豆豆啊消失？对欧洲来到台湾的灰砖，又搁伫这片土地产生什么款的变化呢？欢迎收看，这是台湾款，我是主持人嘉豪。讲到我手头啊，这块啊，会当讲是灰砖，也有人家叫做是泰鲁吼。讲到这几年，愈来愈侪人对这灰砖的古早工艺产生真大兴趣，而且真侪商品也开始甲这灰砖做结合哦。不过，恁敢知影讲，这块灰砖是安怎呢？渡海来台来到台湾呢？也伫这个灰砖当中呢，咱会当看到伊历史的秘密。今日邀请到2位内行人来到咱的现场吼。咱拢讲是为爱走天涯，不过因2位呢，拢是为着这块灰砖伫咧走遍全世界。头起先要邀请这位好朋友是研究咱传统建筑的康乐石老师，康老师你好。各位观众大家好。第2位要邀请的好朋友是灰砖设计师陈品宏老师，欢迎陈老师。各位朋友大家好。讲到灰砖啊，也就是咱讲的泰鲁这款物件，听起来敢若是真事上的代志。不过这内面有真大的学问哦。咱先来请教康老师啊，老师你讲你一开始做这灰砖的研究，你是对一个金门某一间人家厝开始，就是咱相片当看到这张，就是老师你讲对这有产生真大的兴趣来研究这灰砖。这老师这内面有啥物款故事啊？因为我研究台湾传统的古厝足多的。不过伫咧台湾啊，无看到头一摆看到去金门看到讲，哇，这规个面拢搭灰砖，这是台湾是无的。台湾是讲规个厝顶尾啊，搭几块啊，喷喷啊安尼。所以我真讶讲，哇，这灰砖来遐多，这是按倒来的，吼因哪会有这款风俗习惯，有法度接受这现代的物件？因为咱台湾传统的物件拢是用岩黏啊、彩绘啊、石雕啊、木雕啊来组合的装潢。不过那用这西洋式的太有人在用。后尾我才知影讲，因一寡南洋去经商，好遐趁钱转来，学的南洋迄个人因来装潢遐水的物件，所以大家有的是进口的，有的按南洋炸转来，搭的这农民。另外我讲，这灰砖到底是倒做？因为搭这壁顶啊，你无法度了解。所以我后尾较了解讲，这破去的，是落落来的灰砖了后，顶头甲有写讲这made in Japan。较知影讲这是日本人做。以前因为你搭墙的顶啊、壁顶啊，看袂出着后壁。就看袂。伊个有写讲什么公司名，什么mark。有啥物 number， 啥物号码？较知影讲倒一间工厂做，哇！个图样佫较侪着，会用个做的，还用个斗的，有个黏的，所以我感觉哇，这真趣味啊！讲较正式的啦，叫做彩瓷面砖，彩绘的面砖，彩色的灰的面砖，对，彩色的灰的面砖，因为伊大部分拢搭伫个面的，因为这骨，所以免去涂骹的，涂行涂骹会滑倒。
哦，还有大水的哦，这个徽章啊，还是讲民章来讲吼，伊对一个家族来讲，等于讲是一个身份地位、经济一款代表现状嘛，是无？是，无毋对。啊，迄个时阵是日本是安怎讲？会制作遮尔多这款徽章，卖到世界各地，甚至是讲台湾落尾也出现的。是安尼，这个话讲啊，佫真长啊。嘿，这徽章的历史啦，实在是爱讲啊，吼，实在是世纪5世纪就有泰鲁这款物件。嘿，哦，而且是伫咧中亚、阿拉伯、伊斯兰国家，所以因为中亚较流传到欧洲，吼，英国、法国、荷兰，啊，到18世纪左右、19世纪左右，大量伫咧西班牙、葡萄牙、荷兰大量的使用，所以你到即马你若搁登去西班牙、去葡萄牙看，哇，规拢是大泰鲁。哦，这真惊死人！毋是讲咱甲高档，咱呀，也是规片拢是泰鲁，啊是真特别的。吼，啊，佮讲转来，伫咧19世纪的时阵，哦，英国的因为开始工业化，啊，日本呢，拄啊明治维新的迄个所在，啊，开始仿欧洲的一个工业社会，该学习的对啊。所以伊打英国做这泰鲁，本来英国做的泰鲁，摕转来因来研究发展，靠今嘛啊到19世纪的时阵，应该发展讲本来这泰鲁啦，因为一种做法就叫讲淡式的做法，甲打式的做法。淡的加大的，啊打又是讲较混模的吼，啊用 place 冲床，啊整起来啊成型的，唔免抄咱那个古水泥啊糊啊淡淡，啊排成散，用这种方法，日本大量改进，大量较生产。日本人啊，伊伫咧因的国家呢，咱拢知影，伊是欧式的榻榻米的一款茶的建筑，因就西洋的这寡态度，敢若袂下伊哦，因咱咧大龙搭伫咧水泥啊土顶啊，所以因就想办法就外销。啊，当然啦，外销咱台湾是因的殖民地，殖民国都无问题。哦，啊，东南亚，伊甲东南亚，因我去新加坡、马来西亚去看见，因在19世纪进前呢，大部分拢英国来的态度。1920年以后呢，慢慢啊，互日本因为军嘛，运费也俗，啊，日本个生产速度紧，但伊成本降低，所以大家市场拢平去哦。因为咱南洋去做生意的，咱的迄个侨胞哦，转来啊看到啊哟买起来啊俗着个大做啊碗，你若讲这壁，你要用雕刻的，要用彩绘的，工足贵的。太如啊紧啊，免师傅讲，伊甲摕转来，什么人嘛也要倒，也要黏接也倒水倒歪啦，所以变成日本为什么伊会发展了呢？是俗。啊，个东南亚国家近，个日本人家己无用，为了外销趁钱，销来这东南亚。啊，我这多年来，我嘛感觉讲，奇怪呢，台湾哪有法度接受这款西洋的物件？啊，常无到20年的时间哦，流行了就无咯。啊，今仔日其实炸这规岛顶这徽章啊，我有看这内面有这鱼啊啦，有水果啦，有花吼，啊，甚至有一寡迄个图样较无亲像是咱较接近的这款文化类的物件，是毋是咱先岛顶环游世界一个，还是甲咱介绍一下好不好？这个态度毋是干那咱台湾的日本态度有尔吼，啊，外国嘛是有态度吼，所以。伊个有以早就是讲，迄个英国的迄个博物馆，有出过一个泰鲁的展览。伊迄个展览的内容是日本的态度加荷兰的态度。啊，主要是讲咱台湾早期的时阵，荷兰要有真短的时间甲咱带在这个土地过。吼，所以就是日本的态度甲荷兰的态度同时展。啊，我就想，我来收一寡外国的态度看卖啊。吼，啊，再来去欧洲出国，因为我平常时做爱出国去耍的嘛。出国去耍，外国嘛是有态度呢。啊，图甲咱无共款。所以有当我去外国耍的时阵，我嘛会去买态度，后来比较讲这个外国的态度跟咱台湾态度有啥物无共。吼，啊，像这就是去荷兰这个买的态度。吼，啊，这个态度吼，伊就是用手画，用手画。啊，这个态度是讲康老师讲的，用淡的做法。
所以从这个古早态度吼来讲，从这个态度吼，伊这吼拢无平，吼，啊，佮做工真慢，嘿，啊，从这个态度吼，从这个日本态度来讲吼，伊就做甲真水，品质真好，因为这是工业化、现代化的产品。哦，工业化、现代化的产品，所以这个各地啊，时时刻刻拢安尼平平吼，啊，袂弯弯翘翘安尼。哦，你也看这个态度吼，像这个态度，这日本早期的态度，哦，做足高的。对。哦，因为技术的关系，所以这个态度无都做过步。差这后尾做喏。你看这现代，高度这现代化都做差4倍。啊，伊这共款一地，伊成本就已经降低足。对，差多。啊，像这个态度做足高的嘛，一个原因啦吼，其实彩色的态度分地砖加壁面的砖，啊，这做高的吼，其实你涂骹宏大的，嘿，所以咱台湾是较无分较入吼，啊，你若成功去到马来西亚迄国家，你要看地砖是地砖的度。灰砖是灰砖的度，迄是无共款的系统的呢。用度无共款，无共款。像阮这来讲吼，这灰砖是咱擦这个色料去，吼，这咱讲釉料啦，吼，因为我迄早嘛是有学过迄个做这个陶器，吼，啊，系釉料，这釉料吼，你烧的时会变化，啊，有的釉料吼，伊个化学的过程也走位。所以你就是讲擦到足水的，有当啊嘛无一定讲烧起来是安尼，所以有一个技术上较歹控制，吼啊，所以日本的设计是安尼，吼，有那真巧，伊会从你这个态度遮吼，做一个坑，安尼你这色就走袂出去啊。哦，啊，所以咱看吼，像这啊较无坑的位吼，伊的色有当会导出去安尼。导出去。因为做一个算一个高安尼啦，防止这个釉料走出去安尼。所以咱才会看这设计吼，拢有一寡高一寡线安尼，有靠一个线条，一个坑的变化安尼。嘛较看嘛较立体感。是安尼。无共款的国家，伊画款多样的风格，可能是甲伊的民族的文化无共款。等于讲，伊每一个民族又无共款，对家己的徽章、家己状态方式有一个无共款的想象的空间啦。也讲到吼，这一块小小的徽章，咱会当环游世界。而且配合着无共款的文化，会当变化出无共款的徽章多样。迄当时徽章算是高级的外来品哦。那种有法度按一块徽章，也是讲按一大片的徽章，这是代表讲伊身份地位有影是甲别人无共款。敢真正是安尼咧？咱小休困一下，较听继续来讲这徽章的秘密形式。拄则咱有讲到，讲这徽章伫迄当时算是一个真高级的物件，也有人讲吼，这个价值真悬，会当代表一种身份地位的高级货啦。敢真正是安尼咧？要来请教康老师啊，老师你有讲过啊，生下了南洋做生意吼，看到别人大态度。趁钱好价了后，阮厝里要翻修要装潢，我嘛想要甲伊斗态度。但是老师你对我讲过啊，态度会当买当喺家己斗是斗水斗歹尔。既然是好价人，一定是请人斗，安尼敢家己斗，敢真正是好价啦？嘛无一定啦，所以讲吼，伊是较好斗。我就较简单啦，你也免遐学问，也免你讲师傅讲着爱学3年，刚考我都出师，唔免，伊就摕转来爱斗的。啊，搁另外一个问题是讲，伊要安怎斗水斗歹？啊，有啥又无法度啊？安怎讲咧？我甲买来讲，即款素啊，我就来打素啊，啊是讲我这去仓库去买所有的讲即款火底，啊就烂散豆啊，等下就凊彩豆啊，啊连要打这看就无水啊，啊就这就是无法度啦。啊介绍关家，迄无讲贵价足差啊，遮离谱啦。哦，你讲庄卡的土地甲城内的土地，介绍要怎讲？你讲用去买几平地，一块态度用去买，嘛足歹讲的。所以即马拢无法度去考证，讲啊这态度当初时是偌济钱，是讲比普通的较贵。啊，毋过你若讲会较贵嘛无影咧。你请师傅来雕一个石雕，雕一个木雕，迄嘛是真贵啊。哦，啊是这态度较好斗啊，较好去。组合人俩啦，啊个咱台湾人啊，爱迄款讲花8年了，色地安尼真老练啦，安尼真艳安尼，就看到领导有安尼，红青色的安尼看水，安尼较好做。啊所以真简单就可以处理啦。所以其实这徽章伊的色水老练。
其实符合咱台湾的这个民族个性啊，就是老的啦。老师是不是但无共款的场所，伊就无共款的款花针爱到底款所在，伊敢有限定？咱讲咧，吼，咱洋楼吼，一大发吼，来甲欧洲的进行吼，啊，成功咱是古早厝即个搭吼，拢真侪拢搭喺厝的顶，啊，甲正新的迄个大门正门因壁的两边安尼啦吼，啊，咱若是讲以即日本人来讲，因虽然家己生产家己的即个花针，但是一般的厝是真少咧搭吼，拢搭喺度西营区间。也是咱讲嘿，也是咱讲的迄个风华区的查某囝较济吼，这是因日本伫做学者做调查的时阵吼，有调查起来。啊，像我伫家人以前有一个日本的查某囝吼，嘛有看到迄个古早的态度吼，就亲像即地共款吼。即地嘿，啊，即地对我来讲是真重要，因为即地的态度吼，会使证明讲我厝的迄间旧厝，就是日本时代。风化区暗景啊，暗景啊，嘿，暗景啊，吼，咱台湾真趣味，拢讲红灯区，其实古早时代是叫绿灯区，绿灯区，啊是咱台湾的习惯吼，唔知啦，敢讲红色的较有亲像迄落查某囝的场所，所以就讲叫红灯区，是古早时叫绿灯区。按迄个日本时代吼，迄落查某囝迄落吼，洗手的所在。边仔拢会用即个彩色的态度，吼，啊来做装潢安尼。咱看到即个图片啊，有两个之间的差别。即个就是维多利亚即个花仔针，啊，另外这是日本做的花仔针。这两张相片看起来是什么款的差别啊？是安尼吼，因日本仿英国的，吼，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，吼，诶花针，所以英国的花针大部分拢称呼维多利亚，啊。伊的花针的图样转来，啊，完全照 copy， 因为无功夫啊，无功夫，所以伊就照伊仿。啊，你又知影，这蔷薇还是玫瑰花，是英国的国花，日本哪有这款花啊？这是西洋的花嘛，吼，开始袂晓做，伊仿人的较紧，啊，后尾工厂多，佮市场的需要，所以伊就研究，大家市场为了市场，大家设计。迎合市场的需要，来设计因的图样。哦，啊，抄这金鱼，中国人爱啊，金鱼啊，讲金玉满堂啊，鱼啊有鸡啊、春啊，哦，啊就这款图样，而是为了伊的市场需要。啊，种嘛，伊嘛有讲哦，为了印度的国家，因要做一寡印度式的迄款图样的成名。神明印度的神明，所以因的为了市场需要，慢慢啊研发。啊，我所有了解的讲，当初因做这泰鲁这工厂啊，起码有20间以上。啊，有的有马库，有的有写讲因到一间公司做，啊，有的就无。所以因有慢慢啊开始用仿人的，啊，甲大家发明因家己的。啊，有写伊嘛有写讲因的注册商标，因就有讲我什么专利吼，偌侪安尼。像这点嘛是，这嘛是为了中国市场吼，为了这需要。你讲啊，咱讲送花拿，啊，咱若讲本来讲丧喜事，啥物迄拢嘛有送花的习惯，所以因就设计咱。因为这市场需要，而且我发现这块花针伊顶头伊这线路啊，甲这个色水其实足完整的，等于讲伊这工法其实搁较有工安尼。对，就是讲早期是仿，后尾较慢慢模仿，佮研发讲，这讲这较平，这态度较平，啊，这地呢，伊就扑出来了，扑出来，变成讲按平的较研发去碰的，啊，所以伊的。包装的情形，我所看的古早的卡塔罗具哦，差不多民国20年的卡塔罗具，这卡塔罗具讲包装一箱25打平的，啊碰的，这一箱20打啦尔，啊所以这成本嘛悬，啊这运送嘛较歹运送，啊所以就成本较贵起来，啊不过市场上大家爱咧。比如讲，咱即马有个孔雀，台湾市场有迄个卖个孔雀，既然一对孔雀讲惊死人，我一对2万块台票，啊一地1万块，讲迄唔知谁个买，迄个太离谱了。啊，就是讲有需要有市场，伊就用个做来卖。原来是安尼。日本人家己发明这个态度吼，所以康老师都要讲伊这有
注册商标，伊只顶管楼下，这有邓音啊，叫邓4个字叫意匠登陆，算讲应该是我甲有讨论过啦。这是杜因家己发明的啦，无成功这个花这个花就是从英国的，所以这就讲无什么字嘛，像伊这家己发明的，有去注册商标，伊这顶管够有数字哦，有一个注册商标，伊这有写意匠登陆，伊这后壁家己发明这个图，来去甲政府申请这个专利，安尼这个意思，刚是安尼，独家了对啊，独家这拢有拍字哦，所以这要拍字，陈文英早要。嘿，这张嘛有，这张嘛有，这张嘛有，也有。嘿，算讲因家己发明的设计啦。对，唔是仿的安尼。陈文英早，阮伫收这个名字啊吼，有这个字的，阮拢会特别去收，感觉较贵啦，较特别的，因为唔是逐块态度拢有打，拢有这个字，有我阁有一块态度吼，一叠有拍吼，写的佐治，日本的佐治厂，伊讲特别瓷砖，有邓音啊，特别的态度，所以这款态度。对阮来讲嘛是较有收藏的价值安尼。老师，我要甲你请教一个问题啊，咱拄则一直讲到日本啊，咱台湾有一段时间去互日本统治过，咱台湾人巧啊，咱台湾人家己本身敢有这个态度做回征的工作？无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回征的爱机器，爱工业化，爱人力，爱技术，所以当初咱也无用过飞啊像什么，无个。烧灰啊的基础伊就按外国放入来的，因本来18世纪日本就有面品烧，这款一个所在叫做面品，又开始有烧灰蒸的这款技术所以咱无咱就进口较省较俗啊，台湾开始有灰蒸，实在老实讲是会伫民国以后，超40年、50年以后，英国回厂为外销市场开始有，所以台湾当初大家无法度生产这灰啊，这态度。亲像咱即马会当看到真侪古早式的迄款洋楼，搭这个态度，伊这花草，等于讲伊是伫咧伊的空间的设计当中，伊譬如讲，就是爱留偌济空白偌济距离，是毋是？这个时阵出现就是讲花砖伊的应用。甲建筑物伊本身一个美感的设计，是毋两个都爱开始配起来啊？嘿，其实这间是半洋楼半古早厝啦。因为咱以前的师傅其实虽然这是外国的产品，但是咱这个台湾早期的师傅拢受中华文化的影响，所以伊会甲中华文化的图的美感，甲美感创的这个态度，用这个态度。所以这个摆法其实是摆咱这个中华古早图，这个小可像迄个啥庆牌啦，庆牌，油书庆，迄款那个摆做图，所以个当做一个材料啦，无照外国的用法啦，伊按照大水地无共来倒起来，所以这是一流的，可惜这根古厝。拆掉去拆掉了，对啊，因为无嘿。而且我发现讲，其实伊这图两边伊的图样是无相对的呢，就是讲，你看这边伊是白色，这边是青色的，这个是白色，这是青色的，伊这是图是无共款的。为什么迄个时阵伊无想要讲要买共款的？买对称的。对。我有多少讲嘛？我去仓库去工厂去买有这款态度尔，我无法度变啦。你若讲有法度有个能力，你就买贵租的。你无法度就较，我想是安尼啦，因为你即摆讲现代的态度来讲，你讲我都收藏即寡态度来讲，不过你讲要收藏凊彩一地、100地、30地，无可能的代志，所以工厂生产，对，所以也无法度规个做起来，做好对称，咱即摆讲审美观的讲对称。某一款是无会人，叫无会就真。需要用的把地先来倒啦，个一款就是创意啦。创意讲，我两边无共款，安尼靠变化。所以就是无照讲外国的迄个大态度的工法去打，大态度的迄个美感去打，安尼。再来就是讲其实这原因足复杂的啦，咱会使有的拢是用药的，成功迄个这个态度咱会看这个来讲这个。这个来讲你看伊这釉料会这走出去呢。色水无共。其实我有发现台湾一寡旧厝的态度用的拢无好。咱即马现代来讲，就是讲
拍掉的瑕疵品，嘛搭咧真侪旧厝呢。咁的是因为讲卖掉啊促销，啊有的人就是讲贪俗来用，所以但是这款的现象吼，阮拢家己是去用药的人，用咱一般的生活去用药安尼。因为阮一般阮莺歌若是讲迄灰啊，迄款拍掉跟就是回臭燥气的。对，就是回臭燥气。拍掉燥气。老师，我来请教，像你看哦，伊这内面有这道这坑啊，这就细版的，像这是较大地，啊，这较细版。你现场遐嘛照这较细版的。这是安尼啦吼，有这款寸球是3寸6寸。啊，咱一般这是6寸6寸，有一个统一的规格。像这款的，同款的图，但毋是，同无同款的寸球。伊甲这花底较变喎，变做安尼。这个吼有当会安尼配，安尼配。拄啊好就是伊跨是平啊跨。顶管甲下骹配2地安尼，像安尼配。这边坑就是用这种边坑来做，转角伊就是用这地。这叫4分之一的，这36个，这33个，搁一地就是这坑的，规个同款花草，伊会变这坑，所以这个设计师会使有够厉害，伊会打这款加3角寸球的物件，伊来做这个遐水的图。你看，这是66个，这是36个，这是33个。33就是细地，33个，这36个，这款一般这66个，所以伊安怎去得倒起来？佫倒来讲，唔是完全的用泰炉，中下用泥塑，用土花去做一个花篮，所以伊这会足老练的感觉，伊佫摆咧哦，佫唔是安尼照平摆，伊佫往插来插去，大地细地安尼，伊设计我就足配哦。这款摆法其实吼，敢若台湾有呢，咱讲实在，全世界我安尼出国去算吼，一般拢规矩安尼，就是安尼平安尼照安尼打呢。这款的，所以安尼讲哦，是一个这个态度，你台湾的用法哦，全世界算独一无二的。对哦，咱即马所看到这个态度哦，拢是四角形的，伊敢有做迄款圆形还是圆形的？就是咱比如讲，就是讲啊，边啊角啊，就是讲有当时伊无一定爱四角角，无定伊迄个所在，伊想要当一个圆的弯的时阵，敢这态度敢有做圆形的？较特殊，等角专门为等角来做的态度，大部分拢素色的。你讲去台大医院，像伊个墙，拢是白色的、素色的，拢有等角态度。不过咱台湾用的真少用了。除非有啦，少数几间啊，像当美容啊，已经八角形的，毛三角形的，真少。毛甲规个花吼，安尼加做一个，敢若像迄个贴纸安尼喎，安尼不规则的形哦，但是真少啦。就是款特殊寸球形体嘛，较用袂着，较用袂着，这较好处理。不管你会晓打，袂晓打，凊彩乱打嘛，我都打。其实吼，咱讲到吼，这是咱人住的厝，有这使用这花砖。不过恁敢知影讲吼，连往生者的墓顶头共款有花砖哦。在用世间的人，甲这个往生者有无共款的所在，究竟是倒位无共款？咱小休困一下，继续来了解这花砖会当安怎应用。伫咧台北内湖，一个已经超过200多年历史的墓，顶头就看得到当时不离时行的花砖。这花砖嘛是为南洋遐来，因迄阵乾隆时代技术也好，应该是无法度做到这种花样出来。伊日本迄阵的技术甲大陆的技术，这个花草因阁做袂出来，所以迄阵当时一定爱为南洋进口入来。这花砖伫当初的社会，拢用伫建筑物顶悬。我都用伫木顶悬，一定讲爱政府有认同你的身份，你才有法度去用到这个物件。一般人无可能，因为这相当要有实力才有法度安尼。因为你看这个墓遮尔大啦，700-800平啦，才有法度讲用遮好的物件，唔是一般人法度做得到代志。花砖传到亚洲了后，日本的业者
也用当地的花草来做设计。毋那甲伊变做是当当时正色拍的一种诗行代表，也互花砖的用途更较开阔。除了活人的厝爱用花砖装潢，完成了后呢，只要子孙啊有才调，墓啊也一定会搭花砖来增加淡薄仔派头。到底花砖伫咧台湾又阁有啥物款的用途？这个特殊的传统又阁有啥物所在看会到咧？来请教老师，这墓顶头使用这花砖，敢有啥物款的禁忌咧？应该是无。哦，因为你咧墓的时阵，一年有些人较去几摆尔，啊，伊要互伊较有较阳气，较，所以伊爱搭这花砖，花袅袅安尼，啊，搭较热烈，有即款做法。啊，阮有时足爱去看这墓像，为虾米呢？因为墓顶头写年代，当时安葬的，嘿，所以咱会知影讲，这花砖是咧啥物时阵就有即款花砖。哦，对安尼，呢。啊，阮特别爱去看，吼。啊，个另外，这花砖另外是有一点就是讲，伊这较花砖有的人爱合的款咱中国式的，哦，叫孝子啊，24孝啊什么，所以咱台湾真处于日本的进来这完整的花砖了后，后尾呢，因就进这款素色的，敢素色的拢无擦的，而是这变的，这也是日本的来，日本进口的花砖哦。啊，不过就是咱台湾人真巧，又去请彩绘师傅，为咱的这24孝啊，看福禄寿三仙啊、灵啊、凤啊，灵凤这是咱外国人无的，所以用这咱讲叫做手绘的态度，所以像叫凤哦就是绘的，啊，伫个咱的墓的顶啊，你讲墓的你无较。中国式的人无法度接受，啊！你讲讲大花大鸟收过老咧，咱伫咧望个看个怪怪，所以有咗改变。啊，但是外国因可能文化较无共款啊，而且这款物件伊是对外国才有的吼，就是一开始是有外国有的，啊，因的墓敢会有开始搭这有哦，因的墓嘛是咁好搭。对，我去新加坡吼，看到伊个年代搁较早。哦，新加坡一个墓叫布金布朗，阮朋友带，伊个墓哦，哇快，因为行规工我行袂煞。伊搭迄泰鲁迄花砖吼，日本花砖算少的，较早期用英国花砖，英国花砖，啊，搁有比利时的花砖，啊，搁有荷兰的花砖，啊，英国是上最量上大，啊，咱会用看哇，无共花砖，啊，因迄看中西合并，伊个墓顶头不止搭花砖。啊，有中国的迄款仕女金童玉女，啊有灵啊有凤，啊有猛神啊，对安尼，啊所以就是因为咱有一寡咱移民吼，按中国大陆过去遐趁钱，啊好嘢，搭一寡态度，啊所以讲毋是讲一般人家厝啊，墓也是有搭，尤其华人的所在，会有拢搭。除了就是咱建筑物伊本身的外口以外。伊可以当应用伫倒位啊？哦，一般的家具是足实用的啦，家具足实用的。啊，成功这个康老师伊炸这个椅头啊，吼，这款的吼，就是用喺台湾家具的代表安尼。这是咱拍的椅头啊啦，哈，啊椅头啊，古早人吼，因足巧的，伊大家挖一坑。这毋是咱袂目光袂晓的人唔知影，但这个态度在整个一格啊，入入去，入落去啊，啊你坐起来扁扁扁。哦，扁扁扁，而且这看，就这简单的这椅头椅啊，安尼看来就简单讲就老热安尼啦。这嘛是迄阵当初较流行，较人爱用的这方法。啊，像我去印度吼，甲欧洲算吼，因的家具啊、橱啊、壁炉啊，这款的因拢用迄个态度。啊，像讲欧洲我咧看较济吼，拢是壁炉。甲迄个咱灶骹有哦，迄款的吼，面拢用搭这个态度，因为第一水嘛，第二个这个态度吼，较袂食油，较好清啦。因为咱煮菜啊啥吼，啊是烘物件吼，啊这款的佮做物件烧的，做物件烧的，啊佮有一款吼，因这做一个架啊吼，
直接吼，啊，咱若鼎啊是啊盘啊有小小的时吼，伊就放喺刀啊，会使隔热。所以这态度的应用其实是真济安尼。啊，个印度人吼，因拢是文化，拢是席地而坐。啊，所以姐姐啊，这款态度吼，咱为啥讲啊？冬暖夏凉。热天人哦，爱脚床坐着凉啊，所以冰冰安尼啦。啊，所以因咧做家族运用吼，唔是建筑中啥。吼，咱台湾什么八甲名称啊，什么吼，啊伊太书意啊，吼，啊拢会有啥有大会争。咱台湾是德语啊，真济啦。啊，通济是红棉床的卡达邦。因为我家己有收济，我敢若卡达邦吼收10组。你讲老师是讲迄个红棉床，伊就是下骹有一个所在。有一个房啊，因为红棉床过悬嘛，过悬啊，你要先搭喺一个房啊，啊才会使起你棉床，所以叫卡达邦。啊，以前迄个红棉床吼，拢迄个红色无红咖啡色的，啊看起来真金。真暗啦，吼！哎呀，态度打起来了，哦，加真水哦，就是规光起来，嘿，规拢光起来。对，态度的应用啊，不管是咱大人家厝，啊，到这往生者的墓，也就是老师你有讲到，伫咧墓顶头有这态度画图。老师，这是先打才画，还是画好才打？无，拢是画好较打。画好才打。所以讲吼，伊这是按日本来的态度背起来，吼，日本来的态度背态度。啊，较请师傅吼，用师傅啊，拜托，你大家为踮咧厝的为的，为了后，较请你是工厂去烧，搁继烧。伊本来是素食的人啦，搁继烧，因为你无继烧，伊袂掉。靠我都会用个研究，较袂安落漆。老师，咱看一张相片啊，想要甲你请教，中这是不是用手画？啊边啊，这就是用迄款变的花草落去夹的，因为我看这夹的这个夹顺，就是这边边啊这夹顺夹了，唔是讲，唔是讲足好的，但是嘛是看袂啥会出来啦。啊，你看这白色有落地去做起来，啊这边的又是散落的，咱拄仔讲的迄款寸少的，边夹落去出来，实在因是师傅啊去无找到，伊嘛有这款夹针啊，应该拢有夹针啊，有这款夹针，夹红花草的夹针，去倒起来，唔再水。伊这就是咱讲的手画的态度，这就是袂变的倒起来。为什么安尼呢？伊就为多就是爱水的时候，伊打这花草，变膨起来，伊这意思，甲这共款的意思。而且讲你对这花针的研究上。开始是对金门来看到人的人家厝顶头有安花针啊，既然讲到这个金门，伊迄个所在的花针有啥物款的特别？啊，甲台湾这块土地两个顶讲是一个外岛，一个本岛嘛，这两个之间有啥物款的无共款的差别啦？以花针来讲，花针拢是共款。我伫咧金门看的花草，甲咱台湾看的花草拢有重叠，拢共款。不过金门因为学到南苗的大法，所以伊金门这是金门，伫咧金门，伊大的时阵，伊就规个面拢大量较大。咱台湾唔是啊，咱台湾是啊，厝顶要搭几地啊，遮搭几地啊，下骹搭几地啊，这搭的方式无共，因为搭的方式较南苗化，甲咱去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槟城看的花针。甲这大法较接近，对啊。你若讲第一，咱台湾的是因为有个人讲贵，所以要搭几地啊，喷安尼啊，所以无草伊的搭挖着。若以花草来讲，共款这草这间啊，我迄阵头一摆去看的，这有100种的图样的。我看用个捡人的整头整尾啊，我看到凊彩乱斗啊，而是讲。这个花草甲迄个花草拢无啊，拢刚才较有较共款的尔，拢乱七八糟啊，所以有一款情形啦，毋过伊的量较侪，根本还佫保持着，甲咱平湖，咱台湾的平湖也有哦，毋过台湾的平湖较无人大，损坏较紧，较无去，然后爱看态度足侪，足简单的，去金门的水头啊，一桩叫水头。你行散步的，湿过拢是砖啊，
你看不了。啊，其实讲到咱台湾的态度啊，因为金门迄段时间呢，受到种种的限制，会当互伊顺利保留落来。也毋过，咱讲到这个花砖伫咧世界潮流当中开始转变啊，流行的物件也开始无同。讲到这个花砖的光景，维持是无偌久。咱台湾即马敢有继续伫咧设计开始生产这花砖呢？咱小休困一下，较停下继续来看这花砖的秘密。讲到这两位内行人在找找花砖的过程当中哦，一定有真侪趣味的代志。就像康老师吼，行伫咧街头巷尾吼，无的确吼，雄雄一顿活着伫咧挖角时就撞到伊对花砖的真爱吼。老师今仔日你给我炸这北来，伊是四地吼夹做伙真好一个多样。老师你伫咧找找这花砖过程当中，有碰到啥物趣味的代志无？我是感觉，我是花砖吼，伊设计者吼，就是在有诶足够诶。你用个感叹哦，伊个设计的方法，哦，伊那会按一块砖啊，有法度讲吼，大家安尼组合起来，啊，这实在是四块砖啊，我会用这块砖啊说明，哈，这看起来就多样，啊，这个多样呢，实在是四块去组起来一个多样，啊，不过呢，你若讲来换款，我若讲上心较内心，会做法的时阵，伊就是另外一个多样。比如讲安尼倒起来，是毋是甲拄则无共款咯咧？伊遮拢全青的，啊花伫外口，啊意思即张也是共款，伊花用个变起来了后，是另外一个图案。所以这设计者开始咧设计的时阵，伊是按怎伊想了讲，伊要按怎来讲两方的连续，吼，讲这是安尼。用个左右连续，前后连续，连续的啦，啊，这是四地较用个组一个图案，啊，这是两个用个组一个图案，啊，这地呢是独立的，用个一个图案啦，免甲人揽做一个，所以有诶，讲伊态度伊无的时阵，伊有法度一地。啊！你若讲加高即地的时阵，你看，看起来就怪怪的，佮毋是？伊这个爱四地靠我都做一组，所以我感觉这设计者实在是足感佩因的设计方法，这足厉害。啊，佮有法度设计讲，即地来讲，伊迎合中国人的市场，多富多好，多收多富多寿多男子，上流下流有气。桃啊，两收，不朽有福气，柑啊，柑，所以这有法度设计跟安尼，这四边佫有这花草，用个组起来，个连起来，所以设计者实在是足厉害。像你遮炸来遮物件，伊主本拢是连在人的壁顶头啦，你是安怎去找到遮物件，变成即马安尼一块啊？哇！这讲起来佫话长啦，吼！有的是讲朋友伊又讲送我的，若靠即地去买，因这是最近来即款花砖，算讲市面上为了流通的即款花砖，按中国的东北，或是古早的满洲国啊，日本人当要满洲国设厂生产的，因即嘛就按因古早因东北的时阵哦，迄是最啥物最贵啊，因这对秦贵。风琴的琴，琴柜按贵的来拔起来，来琴，所以因这吼拢有一空，伊为了固定用一个螺丝，丝条较即块四地花草较用个黏的，所以这有一看东北来，叫破空破一空啊。照讲若好的花砖，头这遐水的花砖是完整无气角，是足水的。然后这英国砖是就无共款的，这是日本的砖啊。不过设计也真水啦，不过是有小可，你若要嫌伊哦，这家小可破空啊，这破角安尼。丹老师吼，因为你今仔日是以花砖设计师的这个身份吼来到咱节目现场，也讲到这花砖设计吼，其实咱。自底咱看着在桌顶真侪拢是古早的物件，你做一个花砖设计师，应该有创新，就是咱台湾新的花砖，你会创作的迄款理念，再来是想讲，既然这花砖的应用即马是渐渐少啊，
那为什么你要搁再就是设计生产这回针呢？主要是讲这个回针，伊是讲吼台湾文化的一部分啦，有一个时间啦吼。当然伊的反应是水啊，这水的物件咱来个留落来安尼啦吼。所以讲，因为这回针较早的是古早时代是日本生产设计吼。即个嘛咱厝要计用吼。敢会使设计一个咱台湾独的花针，因为像讲即个牡丹花啊，无即个西洋的即个玫瑰花，玫瑰花来讲，这拢是台湾的花，所以阮咧设计的时候想讲，即个针啊真水，咱会使甲即个传统留落来。但是留落来的时候呢，有希望讲有一片台湾的花草安尼吼，所以阮设计的时候就找即个台湾阿嬷的兰花安尼吼。你设计的即个图吼，嘛是甲传统有关系哦吼。正拢讲，咱看即地吼，我即摆甲摕来比较一下吼。即地来讲吼，咱看才有一个主图，边仔有4个细图去甲配吼。我咧设计的时，虽然讲内底的图已经是无共款啦，但是即个构图吼，嘛是共款用即个方式去甲接续起来吼。安尼做起来吼，有新嘛有旧，即个花草吼有一个祝福的意思。祝福就是希望咱即个台湾平平安安、顺顺利利安尼吼。即个柑仔是用中国的花柑吼，因为即个花柑就是讲代表中华文化安尼吼。所以有中华文化，嘛咱台湾的原生的花吼，嘛有即个法国。用法国的原因主要来讲吼，我迄当时乌白想真济啦吼，像即个。态度，恁若看以前荷兰的吼，这拢是有关系哦。你看这4边毛花草哦，这4边毛花草，有无？所以这块针啊，伊的设计是有接续几百年前，因为这地吼是17世纪的迄个态度的图，甲即嘛接来遮，有新的有旧的，所以这块针啊，就是讲毋是干那普通的装饰品尔，嘛是有。伊一个流传、迄个传承的迄个艺术安尼吼。今日邀请2位来行人来到现场呢，讲解到这花针的历史，才知影讲这个物件呢有伊的学本甲伊历史意涵。加在有请这2位专家来分享，才会当发现到咱身躯边的无平凡。非常感谢康老师，非常感谢陈老师来到现场。大项细项真正多，咱敢捌认真甲伊看过。无得卡，咱家用心研究、用心体会，这文化世界是咱值得咱做伙来敲碎。这边看了后呢，这寡花针的图样，都一项是代表你心目中的台湾款的。我是嘉豪，这是台湾款，咱后礼拜同一时间再相会。上多谢老师，老师教出这物件，啊，不这花针。